来看极端气候嘛，增加中风的风险哦。国家卫生研究院分析台湾过去20档的天气记录，比对超过110万的中风的资料，发现讲气温哦，伫2天内熊熊变寒，还是讲熊熊变热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尤其是中风的风险哦，可能会增加2倍。 8月是出日好天，日时上高温有可能来到30度。不过前一天一寡所在落雨担啉，尤其是即阵早暗温差真大，这款连咪寒、连咪热的天气形态，若爱细腻，唔通感到也预防中风。气候变迁如果把这所有疾病加起来，绝对远大于对癌症的影响。这个影响性绝对是远大于癌症啊！所以别忘了，就是一般的这个在气候变迁下。 这个3高的疾病的预防。根据国卫院最新的调查显示，若伫热人前后2天温差达到6度，造成欠血性中风的风险会提升2倍；热人前后2天温差有14度，是会提升2倍出血性中风风险。研究也显示，若是热人温度超过35度，热人温度降低到16度以下，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。 从2日的一个骤升的指标，其实可以发现说，它跟我们的一个缺血性的中风有一个很显著的相关性吼。然后2日如果是骤降的指标，它其实跟我们的一个出血性的一个中风吼，其实有很显著的一个相关的吼。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新的一个指标吼，可以了解我们在做气温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吼，对我们的一个中风的一个影响。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台湾每冬拢有超过1万人因为中风过身，尤其是台湾面对着高龄化议题。国卫院表示，2039年老人人口会超过3成，2079年可能会提悬到4成6。这款老化社会对极端气候会更加敏感。国卫院希望未来会当甲天气预防系统和健康风险通报，加入公共卫生政策，减少气温熊熊变化对民众生活更的影响。记者戴阿双。民节台北报道。